來看頂個月佇彰化呢，是有發生這狗仔虐人，也是講傷人的事件。最近佇河邊又閣有一個有心的媽媽，互狗仔甲掠一個歐多拜險啊跋倒去。主人是表示講，這狗仔呢只是出去便所爾爾，也袂甲人攻擊。也毋過動物防疫所呢是指出講，這影片現著看現啊，這狗仔就是咧甲人掠，所以會依法甲裁罰。有人騎歐多拜入去巷仔內，煞拄着狗仔烏白肥。有人大聲叫，車頭嘛轉一個，好在加在有甲救倒轉來。彰化河邊有一個姓吳的婦人，有生6個個，逐工攏會騎車經過嘉電路，大概經過的時陣攏真正驚甲，因為這個徛家內底飼的狗仔，毋是對人肥，就是要講着，伊甲因兜厝內底人幾啊擺攏險險啊摔落來。很多次他是在後面那個小空地，然後他衝出來的時候，說真的，那裡有一點死角，就是他衝出來其實會來不及反應。實際來到這間林家厝，姓李的主人講，家己厝內底所飼的這兩隻攏是米克斯，進前是浪動狗，體格真好嘛，真活潑。平常時攏放佇家己兜的埕，有當時陣會互因去門口活動，毋過袂去共攻擊。我盡量甲關起來做。哦，盡量關起來。盡量甲關起來做。因為我一定要出來篩尿，伊可能是敢若八甲拍過啊，八甲閉過吼，閉過可能會記安尼爾，因為狗的記憶較好。哦，狗所以正經唔捌共加計，這是事實。以涉及飼主未妥善管理犬隻的輸縱責任，依動物保護法規定，將對飼主裁處新台幣3000元至15000元罰鍰。彰化縣動防所看過影片了後，認為這隻狗真正去攻略，嘛要求主人得要限期改善，甲狗仔管理好勢。進前佇河邊嘛發生有15隻狗，在2個月內底至少就造成10件攻略攻加的代誌。比頭毛小狗甲阿婆加着傷，動防所除了依法對主人罰錢，嘛呼籲飼狗的人得要管理好勢。記者綜合報道。